小姐，小姐，小姐，您是不是认错人了呀？我是冯峰啊，冯妙莲啊，你不认识我了吗？永生寺、莲花山大天坑，你都忘了吗？叶博士，你认识这位小姐吗？小姐，您真的认错人了。佳叶，我怎么可能认错你呢？你的长相和佳叶一样，你说话的语气也和佳叶一样，我怎么可能会认错呢？小姐，我叫叶佳，不叫佳叶。您再找别人问问吧。佳叶，叶博士，开会时间快到了。就是佳叶。小姐，我还有个紧急会议呢。叶佳。博士的行情真是好，常常有女生跟他搭讪呢。可是你不觉得吗？现在女生搭讪的手段越来越高明了。你看看这个，跟演韩剧似的，估计啊又是一个叶博士的倾慕者。叶博士刀枪不入的，他们也不想想，这样就能钓上叶博士啊，真是白费心机。不过这样的男人我喜欢，不花心，不花心也轮不到你。居然敢用利器来扎朕的手！刘强，病人住几号房？哦，住5号房间。是哪一点对不起你？竟然要弑君！先生，先生，佳叶，请你冷静一点。居然还没死！你干什么呀？放手！放手！先生，你冷静点儿。先生，我叫叶佳，不叫佳叶，我是这里的医生。目前看来，你的情绪太过激动，我会找相关的医护人员过来为你检查一下。小姐，请你先稳住病人。你居然对奸夫流露出依依不舍的眼神！你醒醒吧，他都已经说了，他不是佳叶。现在是21世纪，不是你那个时代，是我的时代。以后你如果再见他，朕就杀了你。盔甲呢？还不快伺候朕更衣！妙莲，朕要回宫。你回我不回？那你也得告诉朕回家的路啊！你自己不知道找啊？朕怎么找？你是天子，受之天命，有什么做不到的？求我干嘛？啊，那是什么怪物？怎么会把人吃到肚子里去了？哎，那是汽车，不稀罕吃你的。你是暴君大魔头，来到魔界怕什么呀？回去之后，朕要调动大军。你当你是军委主席啊？你这样子调动乞丐还差不多。你要去哪儿？各回各家，拜拜。哎，不行，你必须要跟朕在一起。别跟着我。
这是下人太监干的活，你让朕做。你能不能别老跟着我啊？我都够倒霉的了。这你不明显。都怪你，我什么都没了。怪我，我也什么都没有了。我的皇宫，我的皇后，我的妃子，还有我的皇位。是什么？你们干什么？拍照啊！我不认识他，我不认识他。回去看。妙莲，妙莲，开房。好帅啊！你是明星吗？哎，你是来演电影的吧？签个名好吗？ 2间房，一间最好的。给我签个名吧。多少钱一间480。一间，最便宜的。怎么一插它就发光？到家啦。累啊。你就慢慢研究吧。哎，你要去哪儿？我洗澡、换衣服、睡觉。哦哦，
10年来从未有人上殿进寡人拜，可知为刺客猖獗，我难解甲胄，不仅以及寡人处死大汉。怎么了？为秦杀贼，不求封赏。什么？大秦之他怎么会在盒子里？必有封赏。那是秦始皇，那写着呢吗？秦始皇？走上我大秦，这字多少状？好像是，又不是。宣我法令，那个叫简体字。有破刺客长弓者，上千秦始皇，他不是已经死了吗？怎么会在盒子里？与王对饮。秦始皇画像朕见过，不对，他不是秦始皇，一定有人谋逆冒充他。大哥，那个是电视，那里面都是假的，演戏呢。妙莲，你跟朕说说，这地方为什么那么奇怪啊？会不会有危险啊？你记住了，不是朕，是我，不是给朕讲讲，是给我讲讲，记住了吗？那，你给我讲讲，现在是什么朝代，什么皇帝，什么年号？现在啊，是1000多年以后，21世纪，也就是公元2014年。你现在脚踩的地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上，至于皇上嘛，我们这世纪已经没有皇上了。最大的官儿就是国家主席，由选举产生，一般连任5年到10年，不像你们那个朝代，什么老爸传给儿子，儿子传给孙子，完全不一样。现在是太平盛世，国泰民安，你可以大胆放心地走在马路上，不用担心别人去杀你。讲的太多你也听不懂，睡吧。干嘛呀，小公公又发情了？朕从来不强迫女人。以前你是妙莲，妙莲喜欢朕，朕喜欢妙莲，所以才会那样。你现在是冯峰，我们就是陌生人。朕是95之尊，有的是女人，谁稀罕你？哎呦呦，95之尊，哼！我跟你说，你以前也就是皇上那么多女人才会喜欢你，因为你有至高无上的权利，能带给他们荣华富贵。你现在呢？现在什么都没有，我就不信了，有几个女人会喜欢你？哼！睡觉。妙莲啊，不是冯峰，朕困了，我困了，我要睡觉。啊！你怎么耍无赖啊？你起开，这是我的床，起开！起开！妙莲，不是，冯峰，你真的不管我了吗？我来到你的老家，好歹也算你的客人，这就是你的待客之道吗？睡地上。随便看看啊。老板，这2件多少钱啊？43块钱。便宜点吧。哎呀，姑娘，你可怜可怜我吧，这个价钱我是赔上血本了。行，我买了。哎，给，哎，好嘞。
皇上，去把衣服换了去。朕是要微服私访吗？威你妹呀！让你换你就换，快！此衣如此不雅，朕如何换得？你没看到大家都是这样穿的吗？换不换？不换我可走了。哎，朕换。大象，大象，你的鼻子怎么那么长？妈妈说。哇！你这人模狗样的，会有几分姿色吗？哎，你干嘛呀？你至于吗？这是什么混乱的世道？人们都这么淫荡，穿个短袖就叫淫荡啊？那你们那个时代那么多的妓女，男的都那么多老婆，那不是更淫荡？瞪什么瞪？你要是不愿意，把这衣服脱下来，穿回你的盔甲，热死你！老板，哎，有没有剪刀啊？有，录完之后还给我啊！谢谢啊。没事。啊，坐这儿，坐下呀！干嘛？让你坐你就坐呀！身体发肤受之父母，你居然敢剪朕的头发！我们这儿啊，没有男的留长发。虎落平阳，被母犬欺。你骂谁是母狗呢？走。回来，看见了吗？那个是红灯，现在不能过去，你得在这儿等着，啊！行了，变绿色了，走吧。怎么御膳就2个菜呀？今天呢，我请你吃一顿大餐，也算我对你仁至义尽了。从明天开始，你不许再跟着我了。这菜怎么黑了吧唧的？味道不错，你尝尝就知道了。吃吧。不吃是吧？不吃算了，在这儿还装什么皇帝大爷？好好吃啊！别吃啊！好吃吧？哎呀，拜托你别再跟着我了，我又没有监护责任，也没有抚养义务，你跟着我干嘛呀？朕就要跟着你，
你说的朕听不懂，朕只知道是你把朕带到这种乱七八糟的地方的，你得负责到底。在古代的时候你就纠缠我，到了现代你还死皮赖脸的跟着我。本公司长期招聘男公关，日薪1000元以上。哇哦！这倒让我想起一个人。你为何笑得如此奸诈？你知道你长得很美吗？啊，走，跟姐回家，姐给你好好捯饬捯饬。这是什么打扮？这叫时尚。一会儿你做50个俯卧撑，充分体现你肌肉的线条，保证 OK，perfect， 完美。有何事非要夜里去？哎，这个你就别问了，记住你的代号，叫李皇帝。李皇帝？这算什么名字？朕叫李欢。姐姐一会儿就带你去寻欢作乐去，起驾。好好玩啊！刘姐，你们先坐会儿啊，出去一下。怎么样，美女够多的吧？比你后宫的3000佳丽强多了吧？这工作呀，就太适合你的爱好了。你就把这当成你的后宫，你就会觉得工作又轻松又愉快。嗨，你在这等我一下，我马上就过来。乖，就去一会儿啊。你慢慢喝啊。刘姐，哎呦，好久没见到你了，贵客呀。哎呀，刘姐，你这是越来越年轻了。瞧你会说话的，这嘴真甜。对了，刘姐，说正经的，我今天啊给你带来一个大帅哥，是哪包你满意。我说的呀，就是他。他妈妈生病了，家里急需用钱，你就多照顾照顾。要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好，你多多包涵啊。哎呀，没事没事。哎，看那外形跟气质还挺不错的，你放心吧啊。跟我刘姐保证没问题，一定不会亏待她的，放心吧啊！哎呀，放心吧。李花，李花，过来，来，过来，哎呀，过来小乖乖，过来，来，过来，过来啊，过来呀！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个是刘姐，从今天开始呢，你就在这儿工作了。有什么不懂的呀，多跟人家学学啊。我先走了，那种，哎，你走了？不，去吧，乖。不，哎呀，走吧，过来。来，害什么羞啊？过来。耶，甩货成功！哎，你说这千年不遇的学霸，人长得这么帅，他让不让人活了呀？就是啊，心理学什么的，一点兴趣都没有。我就是想见他，长这么帅呀！时间差不多了，咱们进去吧。您的酒。来干，敬慢一会儿。来，干了啊！
家晚上好。再次感谢我们的帅哥美女光临我们的江南秀音乐会所，衷心的希望我们全场的朋友喝得开心，喝得愉快，祝愿你们拥有一个开心而浪漫的夜晚。感谢朋友。我们来此作甚？饮酒吗？第一次吧，来这儿都是赚钱求包养的。此乃何字？这个是数字，你那个是17号，我这个是16号。来感谢来自我们5号桌的张姐，还有好漂亮的美女啊！为我们的11号的少爷5000元的花篮支持，感谢我们的张姐。还有谢谢，还有没有？来 OK， 还有老顾客了啊！感谢我们的红姐，为我们的12号的少爷6000元的花篮支持。谢谢红姐，感谢。还有张局，感谢。来，接下来还有没有？来，继续，还有吗？还有没有？好，3号，感谢。来，我们的5号少爷5号到你了，走啊！好嘞。来，7号，赶紧叫你。站你。来，接下来是来6号。非常荣幸向大家介绍本次的演讲嘉宾叶佳博士，掌声送给他。叶佳，著名的心理学博士，毕业于维也纳大学；医学博士，毕业于德国爱德堡大学；哲学博士，西方宗教研究博士，毕业于瑞士苏黎世大学；东方国教博士，毕业于西北大学国教研究所。除了我们知道的享誉国内外的大作之外呢，叶佳先生还在东海大学捐资修建了一座新的精神病研究所。今天叶佳先生演讲的主题：精神病和白日梦的区别。有请叶佳先生。同学们好，我叫叶佳，非常高兴今天大家能够来和我一起探讨精神病与白日梦的区别。谢谢。
精神病的英文是 psychosis。患者的认知、情感、意识、动作、行为等心理活动，均可出现持续的、明显的异常。一会儿等陈姐来了，你们得给我好好招待招待啊，多哄她开开心，可少不了你们好处。放心吧，刘姐。哎呦，陈姐呀，总刘姐，是吧？哎呀，陈姐，您瞧瞧，可都想着你了，都盼着您来呢。来，坐。来，都坐。谢谢。哎呦，小朋友啊，小姐姐呀，陈姐，小调皮，老规矩，见面礼1人1万。谢谢陈姐，陈姐最好了，还是那么乖。陈姐，你最近忙什么呢？做大生意，好养活你们啊！哎，陈姐就是大方。哎，拿着，陈姐啊。哦，谢谢啊。拿着。哎呀，客气。谢谢陈姐。好，玩去吧。好，陈姐再见。好，玩去吧。去吧。哎呦，这帮小弟弟啊，就盼着您来。最近挺好的。有新来的吗？哟，陈姐，你来的真是时候，就正好有个新来的。兄弟，在哪儿呢？在那儿呢。今儿刚来的。陈姐给的见面礼，我不要。17号，怎么样？满意吧？他就是新来的吗？是啊，今天刚来的，17号。那可是上等货，一看就是新来的，叫他过来。白日梦是心理学的名词，俗语是比喻不切实际的幻想。研究发现，白日梦是人本能的放松机制，也就是说，白日梦是健康的、安全的，所以大家不需要担心，更不必有意抑制。谢谢。好的，接下来请同学们向叶博士提问。这位同学，叶博士，我经常梦见有人拿枪追杀我，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？这个呢，其实我也做过类似于你这样的梦。我梦到有人在古代拿着一把长剑一直追杀我。其实，这都是根据你在平时的生活中接触的人、遇到的事而产生的。说白了，这都是你的心理，所以你不需要害怕。接下来，请下一位同学提问。哦，这位女同学吧。叶博士，我经常梦见自己躺在手术台上，自己给自己做手术，这是什么原因呢？看来你应该是一个在学习方面特别努力、特别刻苦的人，是不是？你怎么知道？请问，昨天是不是上了一堂解剖课？那就对了，因为你对你的专业非常的认真，非常的刻苦，你向往着在你的学习环境中证明你的实力，实践你的专业。这位同学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，必然就会做出这样的一个梦来。不过这位同学，我要提醒你一下，虽然在学习上用功用心那是必然要有的，但是在学习之余，一定要放松自己，放松你的大脑。来，刘姐，哎呦，陈姐，谢了啊。来，好好伺候着，慢慢玩啊，玩得尽兴啊。你身上有一种气质，和他们都不一样。有何不同？
说什么来着？就是没见过你这种类型的。这小刘可以呀，这店里边居然有你这样的人物，真可谓是镇店之宝了。姐姐今儿高兴，陪姐姐聊一会儿。好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这是30万。我不收，我不是。你是嫌这30万少？啊，我明白，我明白。这是50万。我真的并非他们那个样子，我真的不会收。你是厨？这的弟弟们都争着抢陪我，你知道吗？啊，快点拿着呀，姐，好好开导开导你。我不要，真不要。你瞧，你多幸运啊，赚着大笔的钱，还享受美人，他们呀都羡慕你的命运呢。来，来呀！我要，你走。小姐你好，小姐。你好，我叫冯峰。冯峰？啊，我可以叫你小峰吗？嗯。2位，好，谢谢，不客气。谢谢。请慢用。叶博士，您学识渊博，我想请问您一个问题。请说。佛教上认为世界上有多维宇宙，您觉得是真的吗？佛教认为，宇宙之外有无数个宇宙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跟佛教的多维宇宙理论不谋而合。那会不会有人从这个空间里穿越到另一个空间里呢？这个我没有验证过。不过我对这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一直很关注。据我所知，国外很多科学家正在研究黑洞，他们在探究黑洞后面到底是什么。甚至还有科学家认为，黑洞就是通向另一个时空的隧道。那您相信吗？相信时空穿越吗？小峰，你很特别，跟别的女孩子不一样，怎么会问这么奇怪的问题呢？叶博士，叫我叶家就好了，这样亲切。叶家。
叶哥哥。哎，佳妮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啊，我跟我爸刚好到附近吃饭，所以就在这附近了。啊，电话。喂，哦，爸，不用了，你别送我了，没事，你别担心了，我待会儿自己回去吧。我在这儿遇到叶哥哥呢，你也知道，很久没跟他见面了。嗯，你不用担心，没事，拜拜。叶哥哥，你待会儿一定要带我回去啊！我爸有事先走了，司机也去送他了，所以待会儿你一定要先送我回去。好。这位小姐是谁啊？哦，我跟你们介绍一下，佳妮啊，这位是冯峰，小峰，这是林佳妮。佳妮你好，小峰姐姐好。叶哥哥，那你现在就送我回去吧。好，你们先聊，我先走了。小峰一起走吧。那我先去车里等你吧。好。服务员买单。你好，一共消费198。好。给，谢谢。走吧。小峰，我送你回去吧。不用了。峰峰，你居然把朕卖到青楼！哼，朕要杀了你！峰峰，你好狠心，你巴不得摆脱朕，对不对？天地之间，朕究竟应该去哪里？谢谢你送我回家。我应该谢谢你，谢谢你陪我雨中散步。早点回家休息吧。你先回去吧。我们缘定今生，情分决定在了今生，用痴心等待和你。
李欢，李欢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喝了。怎么了？我要回去。走。李欢，我要回去。哎，小心！你慢点儿。小凤，你先去开门吧。妙芝，来，妙芝，快来救朕！快来救朕！妙芝，来救朕！来救朕！妙芝，快来救朕！小凤，他到底是什么人啊？我表哥。他发烧了，这样，你现在赶紧去找件衣服，给他把这件湿衣服换下来，然后你去找一条干毛巾，我给他擦一擦。嗯。啊。哎，家里有感冒药吗？没有。这样，你去把这个毛巾给湿一下，然后给它放在头上。啊。朕要回宫，朕要回宫。家业，你这淫僧！来了。朕要杀了你！给我。哦，给他把被子盖上吧。嗯。小凤，他应该不会有什么事了，让他盖着被子睡一觉，出点汗就会好了。谢谢。这样，我先走了。我送送你。小凤，我想问你一个问题，就是你哥为什么老称自己是朕呢？叶家，我能给你讲一个故事吗？有一个女孩，自己出门去旅游，在到达莲花山大天坑的那个地方的时候，突然有一股龙卷风把她卷入其中，通过时光隧道，就回到了古代的皇宫中，稀里糊涂的就成为了皇上的妃子。但是女孩并不开心，因为皇上的几个妃子百般的陷害她。后来女孩得了一种怪病，皇上就将她送到了皇家的家庙去养病。在家庙中，女孩就遇到了一个和尚。那个和尚长得和你一样。在和尚的精心照顾下，女孩的病渐渐就康复了，并且也深深地爱上了和尚。于是这个女孩就给他做了一顿肉素斋，害和尚破了戒。尝尝我做的素斋。在一个雷雨交加的夜晚，女孩和和尚终于发生了肌肤之亲。后来女孩告诉和尚，自己是从现代穿越到了古代，她很想回家。和尚曾在一本经书上看过有关多维宇宙的记载，他为了能让女孩回到现代，独自一个人去寻找通往现代的通道。芳芳，你在哪儿呢？朕要找你算账。你竟敢把朕卖到妓院！芳芳，给我出来！出来！就在女孩与和尚将要到达目的地的时候，皇上带着御林军也赶到了。
上骨肉分裂的声音。突然间，天空乌云密布。皇上跟女孩就一起穿越到了现代。家业，家业，啊，对不起，叶家，我叫错了。那，然后呢？没有然后了。贱女人，你竟然把我卖到了妓院！你是为了跟他私会吗？还是想跟他走？李欢，你冷静一点！让开！你冷静一下！松开！叶家，你快走！我们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叶家，你快走！你快走！松开！李欢，别走！你疯了吧你！你有什么火？你冲我来！你现在赚钱了，自立了，我们互不相欠了。你是不是看到那个银僧就看我不顺眼？你这个水性杨花的贱女人，我就偏不让那个银僧得逞。朕从小被立为太子，10岁登基，95之尊，高高在上，万人敬仰。你竟敢打朕！你居然为了那个奸夫，在朕生病的时候打朕！那我呢？你是怎么对我的？我生病的时候，病得快要死的时候，你不但不照顾我，你还在大张旗鼓地娶别的女人，把我打入冷宫，我差点被冻死、饿死。你有关心过我吗？我不小心偷看到你跟别的女人苟且，你就当众打我。我顶撞皇后，你还是打我。你一次一次又一次的打我，你这叫关心我吗？什么叫水性杨花？什么叫奸夫？什么叫贱人？哼！要不是家业治好了我的病，我死的时候，说不定你在跟哪个女人缠着圈圈呢。我喜欢家业，我就是喜欢家业，我根本就没有喜欢过你，就好像你根本也没有喜欢过我一样。冯昭仪只不过是你几千个老婆中的一个，你喜欢陈皇后、八美人，所有的嫔妃。你要是真正的喜欢冯昭仪，你怎么会同时喜欢上那么多的女人？你没资格跟我讲喜欢与不喜欢，那不叫喜欢，那叫滥情，不，叫滥性。冯昭仪只不过就是你的泄欲工具而已。我告诉你，在皇宫里你蹂躏的那个身体，不是冯峰的，是冯昭仪的。我跟你半毛钱关系都没有。不可理喻。你放手的决定如此干脆，穿过山关上门头也不回。惨白的月光下尽是狼狈，竟是被晚风打碎。握不紧你的手是我不对，太用心的面对让你太累，无端的去回忆徒增伤悲，我独自不醉不归。我哭泣的眼泪你无所谓，看不清你心里究竟爱谁，抹不去的回忆难以入睡，留下我独自伤悲。哭泣的眼泪你无所谓，黑夜里我独自倾听心碎，你把我的迷梦彻底打碎，只剩我独自面对。
紧你的手是我不对，太用心的面对让你太累，不断的去回忆徒增伤悲，我独自不醉不归。我哭泣的眼泪你无所谓，看不清你心里究竟爱谁，抹不去的回忆难以入睡，留下我独自伤悲。我哭泣的眼泪你无所谓，黑夜里我独自倾听心碎，你把我的迷梦彻底打碎，只剩我独自面对。我哭泣的眼泪你无所谓，看不清你心里究竟爱谁，抹不去的回忆难以入睡，留下我独自伤悲。我哭泣的眼泪你无所谓，黑夜里我独自倾听心碎，你把我的迷梦彻底打碎，只剩我独自面对。这哪里是人住的地儿，简直就是狗窝。金窝银窝比不上自己的狗窝，打扫出来就好了。你扫地，我擦。朕乃九五之尊，高高在上，万人敬仰，我才不干呢。这么脏的房间，我一个人怎么打扫啊？这是奴婢干的活。狗皇帝。那旁边，没看见吗？桌子，那儿还有一个。哎，眼睛不好使吗？真笨。以后没本事就别逞强。你有本事你干啊！我是一国之君，我能干这活吗？李欢，我告诉你啊，这房子是我租的，钱是我花的。你要是想住在这儿，要么扫地，要么滚。干活啊！那。扫，对，就这么扫，那儿有个粉色塑料袋，那儿没看见吗？那。
擦！居然偷吃我零食，好不好吃啊？我的零食好吃，还是你皇宫的美食好吃啊？味道特别怪，不知道吃进肚子里安不安全。你把我零食全都打开了，那我吃什么呀？我饿了。你想吃什么？我想喝甜甜的豆浆，香脆的油条。油条乃何物？自己出去问，快！哦。1、2、3。此乃油条。是啊，要几个？我要4个。好，那给你钱。好。OK， 好，下一场，安妮，该你上场了。你们两个，跟你们讲啊，这场戏呢有一个接吻的镜头，你们两个接吻的时间呢要长一点，明白吗？明白了。好，就这样，各部门准备了。拍了啊！各部门准备，做好准备啊！哎，导演，那我们就实拍了啊！好，实拍啊！来，好，准备，现场保持安静，准备啊！保持安静啊！准备，好了，可以了。什么戏啊？哪那么多废话，看就是。开始。皇上，安妃啊，好久不见了，让朕好好看看。哎呦，安妃啊，多日不见，你怎么瘦了？饿死我了。狗皇帝怎么还不回来？不会是迷路了吧？让朕抱抱。妙芝，住手！妙芝，妙芝，你谁啊？神经病啊！你怎么在这儿，妙芝？你疯了！导演，是朕的，这怎么回事啊？是谁啊？你是朕的皇后，妙芝，赶紧把他拉走！拉走，拉走！妙芝，走，走，干嘛的？捣什么乱呢？走走走！赶紧走，赶紧走！大胆狗奴才！别乱来啊！想造反吗？我把朕诛你们九族吗？有病！赶紧给他弄走！赶紧把他拉走！把我们道具放下！李欢，还愣着干嘛？赶紧拉走啊！谁这敢阻止朕？朕第一个灭了他！李欢，你在这儿干什么呢？有犯病，给我走！峰峰，你看这是谁？这又是谁呀？这个
他是你朋友是吗？赶紧走，赶紧走，带走啊！妙芝，什么情况啊？这个！干嘛？我干什么？啊！放手！放手！哎，有病！又来一个疯子！真不能走！妙莲，妙芝，这个黄蜂！妙芝，本尼，你没事吧？没事没事，没事就好。那我们就开始吧。继续啊！没事了，没事了，各部门做好准备啊！刚才到哪儿了？来，在这儿啊，行。你干嘛跑啊？给你豆浆油条。我才不吃呢，都凉了。你是不是有病啊？你想让人家把你送到精神病院去啊？精神病院是何地？就和你的皇宫一样，一个正常人去了，都会变疯了、傻了、二逼了。小公狗，可算见到你日思夜想的皇后了，开心死了吧？可是他根本就不认识朕，她是朕的陈皇后吗？瞧你那副失魂落魄的样子，哼，跟段正淳一个德行。段正淳，何许人也？就是宋朝云南大理国的王爷，他有很多个女人，一段时间就换一个，对每个女人都是真心真意，对她们殷勤备至，情真意切。他总有办法让女人觉得自己才是他的最爱，他的唯一。但实际上呢，他有很多的最爱和唯一，像不像你啊？这就对了，男人就应该三妻四妾。色狼。何为色狼？色狼就是你这样的，见到女人就想叉叉圈圈。我可不同，我从来不强迫任何女人，包括你。啊呸！千年的色狼，你在这装什么三贞九烈、纯洁的小处男啊？你在皇宫的时候不就喜欢跟不同的嫔妃叉叉圈圈吗？还装无辜，你当自己是纯洁的小百合啊？世上怎会有你这等女子？我就这样，有本事别跟着我。哇！他们让他们看着，管他们。哎，别看了，别看了，让我看看。哎呀，别看了。哎呀，你躲开！我们走吧。干嘛呀？人家亲热人家的，我做我的。人家亲热都不怕被人看呢，我怕什么呀？你还是不是女人呐？不知羞耻！谁不知道羞耻了？谁在古代的时候有三宫六院的泄欲工具？到了现代，跑夜总会也算是三宫六院被人泄欲。哎，李欢，你牌子是几号啊？那些富姐青睐你不？你还是女人吗？有没有人翻你牌子？啊，我是穷人，我都不知道那些富婆是怎么玩乐的。可恶的女人！不会吧？根本就没有人翻你牌子啊！哎呀，我说你呀，看看你这副德行，自己什么鸟样你自己不知道啊！唉，一旦没了皇帝的身份，谁还能喜欢你啊？谁说的？有2个女人翻我的牌呢。行啊，哥们儿，有前途啊！哎，你跟我说一说，他们都是怎么跟你玩的？等我有钱了，我也去耍一把。你胡说什么？一个女人怎么能这样？去消费，找死啊你啊！现在都什么混乱的时代，女人天天想着嫖男人，朕诛你9族！哼，又来了又来了，你这个千年僵尸！可惜呀，你那个荒淫的暴君时代已经过去了。哼！干嘛？笑得那么淫荡？你吃醋了？我吃醋？我呸！你当你是谁啊？别以为谁都稀罕你，你是我什么人啊？我是你丈夫，天经地义的丈夫，嫁过聘的。滚！有多远滚多远！我告诉你啊，冯昭仪才是你的小妾呢，我不是。
副臭德行，让我想起了鸡爪子。你想吃鸡爪子？我去给你买。还不快去！去啊！